好啦，今日又去荃灣城門谷嗰邊，咁就行城門谷公園啦。咁就上石圍角新城商場嗰度食嘢啦。喺度食嘢呢，其實都有免費泊車嘅，冇記錯係1個鐘嘅。不過唔上去啦，因為城門谷公園呢收池啊，收咗池啊，泳池冇開啦。佢依家呢停車場係下調嘅，首2個鐘每半個鐘係3蚊，即係為者6蚊1個鐘。咁出面咪標呢都已經16蚊1鐘，所以今日去到呢，城門谷泳池出面幾個咪標都冇人泊嘅，個個都泊咗停車場啦。咁喺呢度位置呢，其實我哋行上去呢，喺兒童樂園嗰度呢，有樓梯行上嗰個石圍角商場，上去飲茶嘅，餐廳都有，係啦，就呢度位置樓梯級上去嘅，好近嘅啫。咁如果唔想行樓梯呢，左手邊有個斜坡，少少斜坡可以行上去嘅，餐廳酒樓都有。咁呢度城門谷公園有個瀑布啦、西湖啦，都有佢都有幾個瀑布、西湖咁連埋一齊咁樣嘅，形成一條嗰啲細細地嘅湖仔。飲唔茶，我哋就落到城門谷公園行一圈咯。飲茶前呢，咪泊一車就行上去飲茶，飲完茶翻落嚟城門谷公園行一圈，好舒服㗎。上次都嚟過泊過嘅，但係嗰陣時呢就冇上去飲茶，未係真正啊。佢啲花呢，未係真正時候咯，好多都未開嘅，可能保育方面啦，重新啲花草重新整理過啦，冇咁快出咯，冇咁快開花咯。公園呢係綠樹成蔭嘅，啲大榕樹係好高大嘅，所以非常之舒服嘅。不過今日呢就天陰陰咯，天氣係有少少陰陰沉沉咁樣咯，唔夠開揚嘅。咁沿住嗰條大直路一路向前行咯。有啲可愛嘅小寵物咁咯。之前係好多豬仔嘅，換咗啦。望開開邊嘅度，其實有間屋呢，眼眼呢就係應該係呢度啲工作人員啲工作室嚟嘅。上到嚟呢，呢度啲人都鍾意上嚟打下卡咯，喺呢個位置。之前呢度都好多花㗎，玫瑰花啦，呢度係辣杜鵑啦，好多咯，唔同顏色。
不過我中意鮮紅嘅，鮮豔啲，精神啲啊！呢度有個籃球場嘅，上面好大㗎。呢度有個風車啦，類似丹麥風車啦，整個心形嘅上到呢度等於係差唔多未到頂啦，大平路啦上嚟到呢度有一個類似日本嘅旅社咁樣嘅啦。呢個門樓係新加落嚟嘅，之前係冇嘅。有日本旅社 feel 啦。嚟到呢度我就唔會再行上去咯，因為最上面呢就係籃球場啊，啲做運動啲場所好大下嘅。我中意行呢個公園就冇咁多彎彎曲曲啊，冇咁多樓梯級啊，都係一條大直路，水泥路。好啦，今日就到呢度啦。